高雄小港大坪顶有一块伫咧山坡地保护区的私人土地，是两间水利局有水接管工程的包商租落来，所以因为无提出水保计划，乱放机具含营建废弃物。今仔日咧，就真拿营立委市机关和高雄市政府相关单位去会勘，即期占坑场拢无提出水保计划一年外，互查到才来报警。市政府强调一切拢是合法占坑的。 无路用的土沙墩正悬，高雄小港大坪顶即块山坪保护区土地，做工程无路用的当马甲营建图甲工具机占坑的场所。不过，两间承包水利局有水接管工程的厂商，为113年开始承租土地，无提出水土保持计划。 河山里的这个部分来说哈，先没有送出来，然后后来才做补建，补建你看下场是如何？所以说呢，没有先提过申请，然后后来又补建，然后这个部分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这个认知上有很大的落差。沙网显开了后，是营建图甲一寡电马架面台设备压出来了后，市政府相关单位上门稽查，认为土沙无适分类标示，个无看无好，而且违反废清法规法。13立委瓜子稳定南营面台，搁再回勘土沙已经有插标示牌。 我没有擅自，我怎么做分类？我没办法做分类。分类完之后会去化，比如说我分类完，干净的土，他要求该去哪一个处理厂，他就去哪一个处理厂。厂商表示，占坑场离工区开车差不多5分钟，刚来用来甲土沙分类。按过面台这个厂商坑1年外，水利局这个案互人压坑，再要求业者补水保计划。我们进来看的时候，检查它有一些简易水保措施，但是这个简易水保措施并没有经过水利局的核定。你刚刚同意他了，你给他合格了，水保也是你管的，你不顺便看一下水保吗？还是水利局分两个局处？这部分我们有裁罚他。水利局表示，两个业者会依照水保法各罚6万，不过强调现场是合法使用。现场土沙因为米拢偷采案，而且无土资场通收，高雄市政府长期研究设置公办土资场，希望会当解决回收的问题。记者采访报道。